2025年10月17日，香港通訊業聯會42週年慶祝晚宴暨非凡年獎頒獎典禮，我哋嚟到會展1樓大廳，香港通訊業聯會主席劉桂顯先生致歡迎辭，活動正式開始。作為通訊業界重要力量，聯會一直同香港社會同進退、共成長，積極提升自身嘅競爭力，迎接未來每一個可能。主禮嘉賓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先生 JP 致辭。我衷心感謝聯會多年嚟作為業界同埋政府嘅橋梁，積極參與香港通訊業嘅發展同埋各項重要嘅政策嘅制定，亦都係提供寶貴意見。博金贊助商香港電訊集團董事總經理許漢興女士致辭。香港通訊業聯會執行委員會與政府官員們、博金、鈦金、鑽石、銀級同級主要贊助代表影大合照。晚宴籌委會，梁成官先生、郭榮忠先生、鄭少偉先生影大合照留念。非凡年獎籌辦主席林國成先生頒發感謝狀，並與評審合影留念。恭喜非凡年獎22間得獎企業，囊括31個金銀銅獎項。香港通訊業聯會42週年慶祝晚宴暨非凡年獎頒獎典禮圓滿結束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